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 B 類註冊要合規，做足措施俾個 like。GoBot， 記唔記得今日我哋下晝要做乜嘢啊？記得，我哋去做合規巡查，睇下 B 類註冊人有冇跟足要求執行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措施啊嘛。好醒目喎，咁準備好就出發啦。你好啊，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你好，我係海關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監理科嘅關 Sir。我哋早前已經同你哋董事兼合規主任陳生約好咗，請問陳生喺唔喺度？老闆佢行開咗喎，請問你哋係嚟做巡查？係啊，我哋係根據香港法例第615章《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9條嚟進行合規巡查。關 Sir 你好啊，我係陳生啊，請過嚟呢邊啊。關 Sir， 你睇佢哋喺展示註冊證明書方面做得好好，已經喺鋪頭當眼處展示咗。關 Sir， 我哋都知道要喺公司網頁同社交媒體專頁展示註冊人嘅名稱同二維碼或註冊號碼，我哋都做足晒㗎。除此之外，我哋今日仲要睇下你哋作為 B 類註冊人喺進行12萬或以上現金交易時，你哋做嘅相關措施係咪符合規定？冇問題啊！我哋之前收到你哋封信，已經執好晒你哋要嘅文件㗎啦。關 Sir， 呢啲就係我哋嘅交易記錄、客戶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公司客戶資料同埋相關嘅篩查記錄，你哋可以慢慢對清楚。真係做得唔錯喎，有晒買家嘅資料記錄。咦？但係點解淨係得銷售記錄嘅？你哋入貨嗰啲發票或者收據呢？定係你哋入貨嘅時候唔會用到現金？乜原來入貨俾錢供應商都要做客戶盡職審查嘅咩？我以為淨係賣嘢俾客人先要做呢啲記錄啫。其實唔止噶，或者等我再講解多一次啦。B 類註冊人喺進行指明現金交易嘅時候，即係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嘅現金交易，不論係收取現金，抑或係支付現金，都係需要遵守《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附表2嘅規定，包括進行客戶盡職審查、備存相關記錄等措施。換言之，當你哋同行家、供應商買啲黃金翻嚟做首飾，又或者會有啲 walk-in 客將自己啲金粒、首飾變賣俾你哋，即係你哋俗稱嘅收金業務。但凡現金交易嘅金額達到12萬或以上港元嗰陣，你哋都要對客戶做盡職審查㗎。原來係咁㗎，我哋會即刻更新翻我哋嘅內部指引，同同事做翻培訓㗎啦。冇錯啊！如果 B 類註冊人違反附表2嘅規定，例如冇跟足要求去進行客戶盡職審查，或者備存記錄，關長可以採取紀律處分行動，當中包括公開譴責該註冊人、命令該註冊人採取糾正行動及繳付最高50萬港元嘅罰款嘅。你哋啲文件我哋會逐一審視，如果有需要會再聯絡你哋攞更多資料㗎啦。冇問題，我哋會配合嘅。另外，我哋想了解下你哋持續監察嘅措施，即係你哋點樣對現有客戶進行持續嘅盡職審查同埋監察交易嘅情況，同埋你哋公司對職員培訓嘅安排係點執行？啲培訓記錄放咗喺邊？包括新職員、前線、後勤、洗錢報告主任、經理級人員，包括內部審計人員及合規主任嘅培訓記錄。關 Sir 嚟咗啦，入嚟坐啊！為咗準備你今次嚟做合規巡查，我哋嘅文件同篩查系統都準備好晒㗎啦。因為你打算俾現金去買呢隻50萬嘅錶，根據法例，我哋要登記你嘅個人資料㗎。請你出示你嘅身份證或者旅遊證件啦。好啊，冇問題。咦？呢個經理啊，個客要俾現金，不過我哋系統顯示佢係 PEP， 係高風險客戶喎，我哋唔可以做佢生意啊。呢層啊，如果係高風險客戶，淨係執行客戶盡職審查係唔夠㗎喎。陳經理，你係公司嘅合規主任兼洗錢報告主任，你應該都知㗎。
梗係知啦，呢個情況我哋要非常審慎，要對客戶執行更嚴格嘅盡職審查措施。做唔做呢單交易嘅決定係一定要問準老闆先㗎，一定唔可以輕率。啱啦，好似呢個情況咁，同呢個高風險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或者交易之前，就要執行更嚴格嘅盡職審查措施。記得仲要取得高級管理層嘅批准，根據相關風險採取合理措施，取得實質資料及證據，例如向客戶索取額外資料，以確立該客戶及其實益擁有人嘅財富來源及資金來源，同埋對呢啲客戶執行更嚴格嘅持續監察。明白晒，呢啲更嚴格嘅盡職審查措施所拎翻嚟嘅資料記錄，我哋都會跟法例要求備存清楚。經理啊，唔好意思啊，原來我頭先打錯客人個名，我再試多次啊。好似呢個情況咁，你哋要參考由可靠及獨立來源所提供嘅文件同數據資料，咁你哋去篩查同識別風險時就會準確同容易好多噶啦，仲可以留翻清晰嘅記錄添。知道，關 Sir。好在我同同事都有去聽你哋嘅打擊洗錢講座，呢啲步驟我哋絕對唔會漏嘅。如果你哋真係遇到可疑嘅客戶，懷疑佢哋嘅資金可能係黑錢或者係恐怖分子財產，你哋要向聯合財富情報組報告㗎。係啊，關 Sir，呢 part 我都有寫咗喺我哋嗰份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度㗎啦。好啊，咁不如就睇咗你哋嘅打擊洗錢政策先啦。我哋嘅政策因應不同情況而詳細分咗好多部分嘅。例如機構同客戶層面嘅風險評估，點樣識別可疑交易，委任洗錢報告主任，同埋內部。如果想了解更多詳情，可以瀏覽香港海關嘅網頁，睇返我哋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同相關影片。拜拜。